天恩，你是否願意娶梓彤，讓佢成為你嘅太太？我願意。今日係2026年1月10號。琴晚我走咗去瞓唔着覺，走咗去問 Siri， 我問如果同一個人由2017年10月11號相識到而家，咁即係識咗幾耐啊？佢答我係3014日。我哋用咗3014日，由兩個唔認識嘅人，去到我一擰轉身你就知我想講咩嘅人。我好慶幸，我哋係可以喺成長嘅年紀當中遇到大家，因為喺呢個世界上邊，我永遠都唔會再揾到第二個同我共同成長嘅人。多謝你願意陪我一齊長大。其實梓彤咧真係俾我種壞咗嘅，你咧繼續種佢啊，知唔知啊？知道。我記得有一晚咧，我哋一齊食飯啦。咁我哋喺間餐廳坐咗喺個吧台度。咁啊，夏天嚟嘅。咁你同我講話好熱，好熱，好焗間餐廳。咁我就諗住同全天下嘅男人一樣啦，係一杯凍水可以解決到問題啦。咁我就諗住問侍應攞杯凍水啦。咁杯凍水未到嘅時候，我望住你，你準備起身嗰下，你就暈低咗啦。嗰一刻我都真係好無助，我唔知應該可以點做啦。人生未試過有人喺我隔離暈低，而嗰個仲要係我最愛嘅人。咁嗰刻我問自己，我望住你，我覺得我有啲咩後悔咧？喺嗰刻係我人生第一次浮現，我覺得係，我好似要結婚，我唔想有啲説話同我最愛嘅人係未講，一路唔敢講出口，一路唔知點算，覺得自己未 ready， 所以唔敢講。人生中好多嘢唔係 ready 唔 ready 咯，ready 永遠都係一個自己嘅選擇，冇人知道聽日會發生咩事。唔係個個都有機會可以同自己中意嘅人表白。8年前同你喺一個婚禮上面相遇呢，我冇諗過下一次我哋再一齊參加個婚禮，就係屬於我哋兩個嘅婚禮。我都問過好經典嘅問題，就係你中意我啲咩？當時你話唔係因為你有幾多嘢值得中意，雖然我本身以為你會答有好多嘢。而係你同我講話，你從來都唔覺得要包容同遷就其他人，但係唯獨對住我，你會想咁做。多謝你揀咗我去陪你跑呢場愛情長跑。我今日嚟搶新娘啦！最後仲加啊！我都係冇意思嘅。哇！我感謝你提醒我，你話無論如何我都要愛你，因為你一直都會愛我。呢一啲說話我全部都有寫喺呢本簿裏邊，全部都記得。而今日我都有一句好重要嘅說話，想寫喺呢本簿度。呢一句說話係咁樣嘅：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馮天恩願意你葉梓彤為我合法妻子。從今以後，當你喜樂，讓我分享你的喜樂；
當你憂傷，讓我分擔你的憂傷，在你健康或病痛時支持你，願你在愛中共同成長，終生對你忠誠，直到永永遠遠。Love you。